我小时候也是读这个，这是我的母校苗栗国中。哦，那我在国二上的时候，学校的健康检查是说，文焕你可能有近视眼了，那就回家检查视力，就配眼镜。那时候蛮高兴的，因为戴眼镜的人蛮少的。结果医生都不给我配，他说你又没有近视，但是就是看不到。那从那时候开始，我们就台大荣总啊、长庚都去看，就1个月左右，就视力就降到我现在这个差不多这个程度了，大概0.01左右。所以老师，您现在眼睛看到的世界大概是怎么样？如果靠近在1公尺左右的话，可以大概我能够知道，大概看得到你的头白黑的，然后脸一块白白的，那五官是若隐若现，是看不清楚的。对，所以其实我太太就曾经跟我讲过说，现在你视力这样不好也有好处，就是她根本就不用化妆。2年级的到现在是4年级，对不对？对吧？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做黄敬可，在小学时突然弱化的视觉和听觉严重退化的怪病，无论在生活还是学习上，都必须面对许多的挫折与失败，但也因为这样，让我拥有了一个不同的人生。喂，周老师你好。好 ，OK， 好，那我现在叫同学下去拿，好，拜拜。那一般来说，像文焕老师他们之前的工作职务都是在外面巡回，其实他们很少在学校里面跟大家有工作上的互动。那因为这一次他来做我们行政组长的职务，当然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让大家去理解，针对身心障碍的朋友们，他们在职场上工作的时候，可以怎么样给他们有这样子的辅具。那其实也对我们一般的老师，或者是说一般的社会大众，都是一种重新再去理解和认识说这一块，对我们身心障碍的同仁们能够给的协助和帮助是什么？那当然，我们的观念在这边也可以做重新的再建立，这样子。就在去年的8月啊，我们正在物色特教组长这个职务。那文化老师他就自告奋勇，他说他愿意试试看。我们比较讶异的是，以他的视力啊，他能不能负荷得了这么庞大的行政业务跟书面处理的这个作业啊？我们是担心这一点的。但是文焕老师他告诉我说，他愿意试试看，是因为他想要成为我们全台湾第一个视障的主任，甚至呢有机会他要成为全台湾第一个视障的校长，所以他内心有这样子的动力，所以他愿意接这个工作。那既然接这个工作以后，他要把工作推行得很顺利，当然就要给他适当的辅具。那他申请的这2个辅具，他跟我分享，的确帮助他非常的大。文件经过扫描之后，可以会有声音出来，也可以扩视出来，所以让他在阅读上面会增加很大的这个降低很多的困难。那甚至也可以把它转成语音，他还可以用听的，减少这种视力的耗损。所以如果说提供他适当的这些辅具，其实对这样子愿意上进的、愿意做事的、愿意付出自己劳力的这些老师们，其实他对他的这个职务上是有帮助，对他内在的这种动力呢，其实也达到很大的鼓舞作用啊。我们那个老师是刘运健老师，他前年过世了，应该就是这样的。还有老师关心那种感觉，因为你国中毕业之后，已经在家里待了这么多年，然后还是有就老师还会想到我们，还会主
动来关心我们，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。指导教授那个台南大学的林庆仁老师，我也是受他影响很大，所以我都很热衷去做社会服务，就是成立协会啊，去做一些公益的事情啊。我也是希望我的生命可以影响别人的生命。今天在学什么？处理脚踝扭伤，是地瓜被按呀。因为地瓜昨天在路上看小姐看到脚踝扭伤。起码是有录音哦。哦，没有，因为为什么会教他们这个处理脚踝扭伤？因为以后他们在工作上常常会遇到客人脚踝扭伤的，他们才有办法去怎么处理这个脚踝扭伤的患者。这个班别是电话话务行销班，那最主要是给身心障碍者的。我们创造一个新的职种。其实我们是网友，认识了10几年有了，对啊，可是第一次碰到面。没有啦，好几次你也是我的老师。我的晨光是你教会的。安尼哦，啊，那唔敢讲呢。对啊。对啦，所以我是老师的老师。对。淡江大学的专业的那个盲电脑教学老师，就是包老师，对，教学经验大概有20年了嘛。对。那我们就是商请淡大的盲生资源中心，就是整个盲电脑相关课程都是他们电脑带来，然后整个系统带来，直接来协助我们做这个教学这样子。那很感谢包老师的协助，谢谢。蛮感谢他这样已经10几年了，都一路陪着我这样子。那其实毕竟我是有视障的这种缺陷，有很多事情是自己没有办法自己完成的。比如说很多交通上，我虽然也可以自己克服，但是像今天来机场还是需要派接送，所以比较顺利的来完成这个任务这样子。他也是为了帮助别人。对啊，我不点那个对，那另外一部分是工作。是有一点点。所以你们这个聚焦是说，我太太就是我的辅具就对了。因为我要导盲人呐，我不是导盲犬哎，我导盲人哎。跟爸爸说，跟爸爸说，这样。拜拜。好。先好。OK，这个好，拜拜。妈，谢谢。